小师妹回来了。师傅，吃饭怎么不叫早早呀？师傅，馒头好热，早早没有奶喝吗？还喝奶呢？咱们道观都快连馒头都吃不起了。那师傅也太不努力了吧！哎呀，你天生命格特殊呀！这师傅为了给你保命，我天天散财呀，我这道观都快散光了呀！师傅呀，哥哥又没了，那早早还吃得起大馒头吗？早早，要不你下山吧？这为师呀，掐指一算，你在山下还有一个亲哥哥，他可是娱乐界的顶流明星啊！顶流明星？那是什么啊？就是能让你吃上一座山那么多的馒头。好了，事不宜迟，你们送早早下山。好，快，来，快，快走！师傅！哎呀，早早，这个古币你拿着下山，这古币一亮，你就能找到哥哥了。知道了，师傅。早早下山找哥哥喽！再见。股币亮了，所以哥哥就在附近。嘿，男神，看看我，男神，我送你了，我爱你，哥哥，我喜欢你很久了，真的你是最棒的，哥哥，看看我，男神，我爱你，男神，卡住了。哥哥。哎呀，我真服了，最近怎么这么倒霉啊？回头找个大师算算，看看怎么回事。哎，对了，松玉，有我妹妹的消息了吗？没有。松年，都找了3年了，还要继续找下去吗？废话，那是我妹妹，无论花多长时间，付出什么代价，我都要找到她。行，那我再帮你找找。啊！看来我还真是倒霉透顶，我这是要死了吗？可是我还没有找到妹。笨蛋哥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我是出现幻觉了吗？这个3岁小娃娃居然徒手的救了一辆大卡车！笨蛋哥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！松年，松年，笨蛋哥哥，松年，早早终于找到你了！醒醒，你怎么样？啊，糟了，这肯定是受内伤了，这怎么办？你这小姑娘，你在干什么？你给松年喂什么东西啊？还混蛋！这样就可以修复哥哥的5脏6腑。你这小丫头，还真醒了，真治好了，太神奇了！真醒了，什么要这么神奇啊？太厉害了！怎么样？还是真醒了。哥哥，这什么药？哥哥，小姑娘，你认错人了，我不认识你。小玄冥师傅让我下山来找哥哥，我掐指一算，你就是我哥哥呀！松年，刚才确实是他徒手拦下了大卡车，救下来你，而且你们眉眼间有点相似。她不会真是你妹妹吧？
早早找到你了，我们快回家吧。这小家伙虽然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但我向来倒霉蛋体质，别到时候一个传染俩，惨上加惨。小姑娘，你认错了，我不是你哥哥，我不能带你回家。哥哥坏，早早高救了哥哥，就要和早早走。你别哭，你别哭，别哭，好。哥哥坏。咋回事？什么情况？这饭里不是人呢？行，带你回家。我就知道，哥哥不会轻易让早早走的。宋玉，联系童装顶奢，送一车衣服到家里。看那衣服脏的，免得弄脏了我家。哇，哥哥，新衣服好好看，早早很喜欢。哥哥，谢谢你。这才配得上我陆松年的格调。就这些，刷卡。这一套衣服好几万呢，非要买这么贵的？哎呀，他是我的救命恩人，就这几套衣服而已。还嘴硬，看你把她当亲妹妹了。你说什么呢？我只有一个亲妹妹。哥哥难受。早早，你怎么了？哥哥，师傅说了，早早穿太好看的衣服会生病。不能。有师傅的信。早早命格受到诅咒，若想让他吃好的穿贵的，必须要成千上万卷钱才能提升命格。切记！什么乱七八糟的，骗人的吧？宋年，你可不能信啊！诅咒，这么可爱的孩子命格竟然这么不好，也太可怜了。宋玉，赶紧给慈善机构捐1000万！你疯了？那差不多是你全部家的。哥哥，早早好难受。管不了这么多了。我怎么能看着这小家伙过敏死掉啊？他毕竟救过我的命，你快捐呐！行，支付宝支出1000万元。古币上显示的50万居然变成了1两银子，这难道就是信里所说的意思？只有散财才能让早早过好日子，平平安安，也太神奇了。哥哥，早早，你怎么样了？哥哥，早早好过了。那再好不过了。你是没事了吧？你哥呀，摇身一变变成穷光蛋了。穷光蛋？哥哥是明星，不应该很有钱吗？你哥自打进了这娱乐圈，运气就差得离谱。每天这个行程，不是遇到事故，就是遇到天灾，兜里那点钱早赔的差不多了。说他是霉运圣体也不为过。可是早就算了呀，哥哥不是霉运圣体。你小年纪，懂什么是霉运圣体吗？哎呀，哥哥，有人在偷你的气运。哥哥，你一直倒霉，就是因为有人在偷你的气运。小鬼，偷气运，现实中可没有这样的事儿。我们要拒绝封建迷信，听到了吗？哎呀，知道了，哥哥。宋年，看来以后你得养着这个小吞金兽了，不赚点钱可不行。这2天有个冒险综艺，邀请你去做嘉宾，怎么样？接不接？给钱就接。OK。早早也要去。那是冒险综艺，里边不仅有大老虎，还有大狮子。小孩不能去。嘿嘿嘿，哥哥你就带我去嘛。这小家伙小小身体，哪里来的那么大劲儿？好，哥哥答应带你去，你快撒开！你再不撒开，你就没哥哥了。耶，谢谢哥哥。欢迎各位来到山区冒险综艺，我们全程将以直播的形式面向观众。下面，让我们有请第1位嘉宾
顶流，松年。哥哥加油！哇，我好帅啊，男神！哥哥加油！大家好，加油！下面让我们有请第2位嘉宾，男神张殿晨。张殿晨，张殿晨也来了，他可是有娱乐圈锦鲤之称的人啊。是啊，他刚入圈2年就名声大噪，但迎接的收入跟那个倒霉蛋陆松年比，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。这个陆松居然上赶着给我送气运。松年，好久不见。松年，每次碰见他你都要倒霉，还是别沾边的好。哎，帮我拿个电池。松年，你没事吧？离我远点！真是我的克星，每次见面必没好事。这陆松年刚被摄影架砸，又在地上摔了一跤，他还真是张影帝的对照组啊！他不就是来衬托张影帝这个天之宠儿的吗？他遇见张影帝，哪回不出丑啊？就是，果然遇见张殿晨就没好事。我先去看看早早。早早，还喝奶呢？喝饱了吗？哥哥，你头上有黑气。哥哥，偷你气运的人就在这个综艺现场。你是被人用了这张符纸偷取了气运。这一张符纸而已，怎么偷人气运？坏人可以用这张符纸偷取你的气运，这样坏人的好运就会源源不断，而你就会灾祸连连。哥哥，你刚刚是不是发生了倒霉的事情啊？我刚才确实是被相机砸了，还摔了一跤，确实倒霉。难道早早是能看出我被人偷了气运？来，我的谋划竟然就这么被个小丫头骗子给发现了，真是麻烦。涂鸦的一张红纸而已，哪有早早说的那么炫乎？小孩子打小就聪明啊，看图都能讲故事。早早，你能根据这张符纸找到偷我气运的王八蛋是谁吗？可以呀。这张符纸上有那个王小孩不许说脏话啊，会被抓去河里喂鱼的。这张符纸上有那个坏人的气息，可是气息太弱，早早需要一点时间才能抓住他。来，当你在车里待着，好好查一查那个坏蛋在哪儿，好吗？来，不许擅自行动，等我回来。知道了。那个小崽子不会真的有什么本事吧？不行，我得赶紧吸干陆松年的气运。咱们节目的第一个任务是寻找食物，诸位嘉宾各凭本事。这黄树林，去哪儿找食物？唉，不过为了早早，我一定要找到吃的。偷取哥哥气运的坏人就在综艺里，我必须守在哥哥身边保护他。只要陆松年死了，他的气运就全部属于我。哼，这张符纸能召唤蛇君，陆松年，这次我要你葬身蛇毒，用死来换取我的大运。
石影丽怎么忽然起了大风？哦，完了，他要死在这儿！哼！嘿，哥哥别怕，嫂嫂来救你了。哥哥，醒醒！哥哥，醒醒！早早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没有被毒蛇或蛇群咬死啊！还有，这些爬虫怎么都死翘翘了？哥，这都是早早为了救你施展的小法术了。你说这些，都只是你施展的小法术？其实这些蛇都是山神派来镇守宝物的护卫，不知道为什么都中了邪术。那宝物？天机不可泄露。我去，是黑王蛇！他们竟然蛇口逃生，活了下来！感谢节目组，感谢陆总年，感谢节目组，感谢陆总年。这小崽子居然把陆松年给救了！没想到早早居然会有这么强的法术。哥哥，这个是幸运符，可以暂时抵押住坏人吸取你的气运，你要好好带着。谢谢早早。早早今天救了我，又对我这样好，她不会真就是我的亲妹妹吧？宋玉，帮我做一下我和早早的亲子鉴定。总感觉今天怪怪的呢。哎，什么破椅子呀！一碰就碎啊！又是谁在这放的这水啊？一天没吸取陆松年的气运，就这么倒霉啊！但是陆松年身边那个小崽子一直严防死守的，我也没有机会啊！不行，我得想个办法，让这个小崽子受伤，没心思再去管陆松年的事情。从此啊，王子和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。宋玉，你说什么？早早的 DNA 跟我相似？那早早真的是我亲妹妹？好。那张坏人吸运的符纸耽搁太久，也就没法感知了。我到底去哪里才能找到偷哥哥气运的坏人呢？你个小妮子，三番五次的保护陆松年，坏我吸运的好事。今天我就砸断你的腿，看你还管不管闲事。有人！大坏蛋，原来就是你偷了我哥哥的气运，我终于找到你啦！是我又怎么样？今天我就让你见识见识做谎闲事的代价。哥哥！大坏蛋，伤害早早，打死你！早早，早早，你怎么样？没事吧？啊！哥哥，我没事，就是这个坏人偷取哥哥的气运，还想伤害早早。敢动我妹妹，小子！
我他妈忍你很久了！怎么打起来了？干嘛呢你？不能打人啊！别打了，他居然敢打张影帝，这怎么办啊？哎，快去啊！哎，把他们拉开！把他们拉开！把他们拉开！快快！哥哥，陆老师哟，快别打了！你看妹妹还在呢，消消火啊！陆老师，这鼓怎么还倒了？怎么回事啊？要是把事实讲出来，早早特殊的能力肯定会被人知道，还是瞒下来比较好。张殿辰受伤是被鼓砸的，至于他为什么突然倒了，我不知道。至于我打张殿辰，就是因为他欠揍。你，导演，明天还有拍摄，没有其他的事，我就先带我妹妹去其他地方休息了。对，无论如何，这张影帝已经受伤了，咱们就在这个山上啊休息几天啊，休息几天，休息。没想到那小妮子居然这么厉害，我一个人根本斗不过她，只能暗中再找机会对陆松年下手了。欢迎大家回到我们的综艺录制。今天的任务是，请嘉宾在规定时间内找到宝物，并用宝物兑换生存资源。我们找了这么久，那宝物到底在哪儿啊？哥哥，如果宝物是很厉害的东西的话，嫂嫂在叫你的时候就找到了。嘿嘿。那有多厉害啊？各位，今天的结算时间已经到了，请大家展示自己找到的宝物。陆松年，这个脏兮兮的包裹里，不会就是你找到的宝物吧？是啊，你们所有的宝物加一起，都比不上这里面的宝物。得了吧，谁不知道你向来霉运缠身，你这样的倒霉蛋能找到什么宝物？这恐怕要让你失望了，因为我找到了灵芝。你说这乌漆抹黑的东西是灵芝？陆松年，现在外头人工养殖的灵芝已经泛滥了，就算你这是野生的，也值不了几个钱。张影帝说的对，你这手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宝，就是个破烂嘛。导演，我申请这一回合让陆松年淘汰。等等，陆松年手里的可是千年的紫芝啊！什么？这可是可遇不可求的紫芝，陆先生，我出3000万，3000万，你把这灵芝卖给我，好不好？什么灵芝能卖3000万？你疯了吧？李先生，您怕不是被这个陆松年给骗了吧？他向来运气很差，绝对不可能找到这种极品灵芝。张先生，你不懂就闭嘴吧。我相信你家里所有的灵芝加在一起，也没有这1颗珍贵。陆老师，国药研究所打电话过来，说马上就派人过来，用1个亿买您的灵芝。什么？1个亿？郑老，郑老请，这个。极品灵芝被国药局购买，这要传出去，我的节目必定大火。郑老，您是国药研究所的负责人，您说说，陆老师这颗灵芝是不是紫芝啊？不是紫芝啊。不是啊。不是紫芝，我还以为某人时来运转，原来啊还是个倒霉蛋。坏女人，不许你说我哥哥，我哥哥运气好着呢。曹操这么说，恐怕这灵芝价值更大。那郑老，这灵芝值多少钱呢？无价之宝，无价之宝，这可是消失上千年的地脉紫芝啊！地脉紫芝很厉害吗？当然厉害了，
有它下药，就可以攻克干扰人类几百年、几千年的疑难绝症。哎，陆先生，你看我加价2个亿，把这个灵芝卖给我。老先生，这灵芝是我妹妹找的，卖不卖我要尊重我妹妹的意见。早早，你想不想卖？小朋友，这2个亿可是好多钱哦，它可以帮助你买好多好多吃的和玩的，所以你把这个灵芝卖给爷爷好不好？早早小朋友，2个亿已经够多了，难不成你还要加价？小朋友，这目前爷爷只能调动2个亿，实在是不能加钱了。爷爷，我不要你的钱，这灵芝免费送给你，希望你可以帮助更多的人。是真的？你免费送给我？因为这是积攒功德的事，我相信哥哥也会答应我的。我赞成早早的意见。小朋友，太好了！哎呀，我呀，马上回去抓紧时间研究。祖国不会忘记你们兄妹的付出，谢谢啊！哎，郑老，您这边请啊，这边请。走。哥哥，这是我采灵芝的时候顺手捡起来的宝石，它可以入药做贡献吗？这可是上万年的7品玄玉髓。7品玄玉髓上一次出现的时候还是在30年前，按照当时的物价，这能拍出1000万的天价。如果把这东西放到现在，这2块玉髓起步就是2个亿呀！叔叔，你好实惠。没错，它就是玄玉髓。早早看见它在一旁，就伸手捡起来了。妹妹是什么天降福星？陆先生，你还是把这2块玉髓好好收起来吧，太贵，太值钱了。谢谢你，李先生。早早，跟哥哥回家，把东西收起来。走。陆松木先是紫芝，之后是玄玉髓，你凭什么这么好运？而我却被你们兄妹害得受了重伤，我绝饶不了你。陆老师你好，跟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。你们好。张殿臣愿用10年生命换取山神大人赐我一场极大地震，是山神要坍塌，让陆松木死葬身之地。快跑！急着呢，快跑！快跑啊！那是什么？这次你死定！我的天啊，那是……你怎么跑过来了？知不知道这里很危险？哥哥差点就死了，早早差点就没哥哥了。哥哥为什么还凶早早？早早，你别哭了，哥哥不是故意凶你的，是我太着急了，对不起。哥哥，这不是没事吗？别哭了啊！你一哭，哥哥就觉得自己是全世界最混蛋的大坏蛋。早早不许哥哥说自己，哥哥是全世界上最好的哥哥。早早也是全世界最好的妹妹。为什么几次3番都让他躲过去了？该死的，都怪这个小不点儿！照妖之快躲！我的脚！啊！我的脚！这张先生，走开！这里有房子可以躲一躲。导演，你们在这儿？王小姐，张老师受伤了，您正好学过医，你快看看。粉碎性骨折，必须尽快送医啊！这山下的路都被堵死了，我们也没有信号，根本联系不上救援呢。他的腿拖不得，拖上1天就得废了。不行，我的腿不能废，我才刚刚当上顶领。小神，你马上去找人给我送下山，快去啊！哥哥，
我有阎王的祝福，所以陷害咱们的坏人被反噬了。阎王？早早为什么会说阎王？等等，重点是不是搞错了？地震不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了，我们要在这里等死吗？对呀，怎么回事啊，导演？这种鬼地方怎么会发生地震？你来的时候就没有提前调查过吗？地震嘛，无法预测的呀。不关导演叔叔的事，是有人做了坏事，惹怒了土地神爷爷。小朋友，你可别乱说话。自然灾害怎么和鬼神扯上关系了？你这小屁孩，懂什么神神鬼鬼的？事情就是叔叔你干的呀，你不是最清楚了吗？你想用符咒害我和哥哥，结果遭到了反噬，现在还不敢认？不，要是让他们知道真相，我肯定没法活着走出这里。你胡说！我要是真会邪术，怎么可能让自己受伤呢？倒是你们，刚刚一直在那神神叨叨的，我怀疑你们就是想谋财害命，用的不知道什么邪术，把他们困在这里。对呀，刚才那个小朋友就弄出一些鬼鬼神神的东西。导演，你刚才也看见了是吧？对，我看见了。才不是呢，我和哥哥是好人。你见过哪个坏人会把自己是好人挂在嘴边啊？除非你能把我们救出去，我们就相信你。邪火的腿不能耽误，小杂种看起来有点本事，说不定真有办法。好，证明给你们看。回来！你不看看外面什么阵仗？土地神发怒是你个小不点能应付得了的，你不要命了？滚！哥哥会想办法联系救援的，你好好待着。我市突发7.1级地震，导致山体滑坡，应急管理局通报强震。糟了，塌方出的生辰庙来了！哥哥，哥哥，你别死啊，哥哥！对不起，哥哥不能陪你长大。走，快走！哥哥，你别死！不行，我不能听哥哥的。早早别！你无阎王之命，召唤山神，听无其扰，从无调令。阎王？早早跟阎王有什么关系？尽力，九！停了！停了！地上塌方的土堆都消失了，消失了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我的腿有救了！早早，早早，你怎么样了？有没有哪里受伤了？哥哥，早早要好好保护你哦。早早，早早！医生，我妹妹该做的检查我都已经做了，这是血常规，还有全身检查。我妹她没事吧？你们做家长的怎么回事？都给人饿晕了，才知道往医院送了。饿晕了？不仅仅是饿晕了，还营养不良。这么小的孩子，怎么照顾的？是我疏忽了，好好照顾吧。怎么样？早早醒了吗？松玉，你来正好。早早一直不醒，我担心是地震的时候，为了救我身体有损，你赶紧再捐1000万善款，把我宗银片酬全捐掉。哎，好了，到账1000万元。变了，小早早，快点醒来好不好？哥哥给你买了好多好吃的。有吃的，给我！你呀，哥哥，你干嘛打我？就知道吃，你哥我快被你吓死！以后不许再做这么危险的事。你要出个什么事，你让我以后怎么办？小玄冥师傅说了，早早是小阎王转世，才不会出事。指山指风，斗一列，有！松年，你跟我出来一下，有点事和你说。早早，你先好好吃，哥哥一会儿回来陪你。
骨壁亮了，因为哥哥又帮早早算财，所以早早解锁了记忆投屏功能。早早要去告诉哥哥。有人想买早早的2块极品玄玉髓，你卖不卖？这玄玉髓是早早用实物换来的，要以早早的意见为准。陆先生，可算找到您了，陆早早不见了。什么？这间病房怎么会有这么重的煞气？好冷，这煞气多的都能当冷空调用了。原来是专门给人换气运的四方煞阵，又是一个和哥哥一样被人换气运的倒霉蛋。既然被早早遇上了，那就帮帮你好了。这个叔叔让早早感觉到好亲切，难道是和早早有关系的人？最好可以用一下记忆投屏功能，这样就能知道这个帅叔叔是谁了。爸，妹妹不见了，我找遍所有的地方都没有找到。你先别着急，我马上回来。快点！医生，我爸怎么样了？抱歉，陆总他成了植物人，我们尽力了。这个帅叔叔居然是我爸爸！你是谁？你是谁？谁允许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叔叔，你好没有礼貌，凶早早可是会走霉运的。这小孩犯神经啊，还敢咒我！你给我出去！这还弄不动你。那就是加固阵法的坏蛋。说为什么要害我爸爸？谁害你爸爸了？等等，你爸爸？谁是你爸爸？床上的这个帅叔叔，他是哥哥的爸爸，就是早早的爸爸。长得确实跟陆长风很像，年纪对得上。难道真是那个失踪的小孩？你这个小孩胡言乱语，在这乱认亲，再不走，小心我打你！住手！陆长青，这么小的孩子你都下得了手？哥哥，我没事。老叔叔来这里是为了加固换运阵法的。换运？陆长青，你还是不是人？我爸都已经成植物人了，你还要用他换运？不对不对，哥哥，不是他换运，是别人换运，他只是来帮忙的。胡说什么？我只是来看大哥的。哼，倒是你，害得大哥出了车祸，成了植物人，你还有脸在这里出现？你给我滚出去！你就不配在这里！哼，不许欺负我哥哥，你才不配来这里呢！抢走我爸爸的家产，却守不住，才3年就要破产了，自己没有能耐，就想偷我爸爸的气运，偷都偷不对，全都给别人了，
谁说我破产了？我好得很。保镖，把他们都赶出去！住手！我们自己会走。爸爸，等嫂嫂晚点来救你哦。喂，陆长风的女儿被找到了，还看穿了我要换符咒。你说什么？你说他是计划中的变数？这怎么可能？我看他不过就是3、4岁的孩子，那怎么办？行，我知道了，我现在就加派人手，守住病房。陆总，恭喜啊！听说你侄子得了2块极品玄玉髓，那可是价值2亿的好东西。你说什么？你还没收到消息？对了，你帮我得到他们，之前说的注资合作，我全答应你。我知道了。陆家的气运还真是逆天的。若我是陆家亲生的，也不至于对你下如此狠手。只是我棋高一招，你的子女终究是我的垫脚石。陆长青一直让保镖值守病房，你是怎么进去的？我随便散散步就进去了呀，正想仔细看看爸爸，那个老叔叔就来了。嫂子，为什么要叫他老叔叔呀？因为他长得不好看。那好看的叔叔呢？这是帅叔叔呀。看不出来呀，你还是个小颜控呢。小玄冥师傅说过，爱美之心，人皆有之。以后离那个玄冥远点。你说陆长青换运是便宜了别人，那最终受益者是谁？嫂嫂现在能力太弱了，看不见太多东西，但我可以把换运阵法破坏掉哦。真的？那会不会有危险？不会，小玄冥师傅说了，这种阵法在我面前就跟纸糊的一样。宜早不宜迟，我们今晚就行动。你干什么，陆松年？苏西，你出轨在先，我们婚约作废。哥哥，怎么啦？没事，你想不想看个热闹？想。走。不，我不接受。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，截肢层残废，毁容，你还有哪一点配得上我？那我不也是为了帮你出气才变成这样的？到底是为了我，还是嫉妒陆松年处处压你一头？你自己心里清楚。神，真巧啊，这不张鼎流和我前未婚妻吗？小孩，你拉我手干什么？阿姨和哥哥有婚约，为什么还跟坏叔叔躺在床上亲亲啊？还要和坏叔叔躺在床上亲亲啊？我的小祖宗，谁跟你说的这些？是早早看到的呀。我去，张殿成和苏西是出轨搞在一块儿的，好劲爆的瓜！以前是有风声说陆家和苏家要联姻，后来陆松年他爸出了事，就没下文了。哦，还是胡说的，这是污蔑！陆松年，我知道你恨我，但你也没有必要教唆一个小孩子说这种话来污蔑我吧？没错，
我跟西西之间高中开始就两情相悦了。西西，我们两码事，我不可能跟你复合。陆松年，我们已经分手了，你别以为在外面乱说一些什么我就……打住，这是你们俩的事儿，别把我掺进来。我就是路过的。走走，我们走。不是没耽误救治吗？怎么这么惨，截肢了？因为他欺负哥哥，早早讨厌他，被阎王讨厌，可是很可怕，很可怕的。别碰我！别碰我的腿！腿！我绝不答应分手。苏西，我爱你，你不能这么对我。我是来通知你的，不是跟你商量。憋了这么多年的恶气，终于吐出来了。早早哪里是阎王啊，分明是我的大福星。哥哥，阎王的祝福也是很厉害、很厉害的哦。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快去爸爸那。能行吗？包在早早身上。这怎么回事啊？有人改了阵法，阻止我们进去。糟了，肯定是下午跟陆长青对峙，打草惊蛇了。哥哥，什么是打草惊蛇呀？早早没读过书，听不懂。以后教你，有办法解决吗？镇库古币，金色都清零了，玄力会不会不够用啊？会的，哥哥刚给早早花了1000万，足够了。心痛，刚到手的片酬还没捂热就没了，吞金兽太难了。哥哥，看早早大展身手！喂，开门，早早要进去。这就是你说的大展身手？对呀，早早伸手了呀。哎，原来是这个神啊！这天底下就没有早早开不了的门。哇！辟邪化恶，吉凶逆转，时来运转，趋吉避凶，听吾之令，归位。反噬，反噬！天火，这小崽子这么厉害，轻易就破了法阵。不行，不行，我要告诉那位。好啦，我怎么感觉这边暖和多了？因为煞气都清除干净啦。哥哥，爸爸是什么样子的？爸爸呀，可是很严肃的。哥哥还是小孩的时候，可天天被他骂。哎呀，那早早突然不想救醒爸爸，早早不想挨骂。你能救醒爸爸？不对呀，我激动个什么劲儿啊？这植物人又不是普通病人，怎么可能这么轻易就救醒？早早可以呀，哥哥你忘了吗？早早可是掌管生死的阎王。行了行了，你有这个心就好了。你个小吞金兽，还掌管生死，我们兄妹都快穷得喝西北风了。这不行啊，我要赶紧把玄玉髓卖掉。臭狗
哥哥不相信早早，早早一定要证明给他看。爸爸，你一定要快快起来哦！起来之后要和哥哥一样爱早早。早早和爸爸拉钩。哥哥，早早饿了，早早想吃一大桌子好吃的。小祖宗啊，你刚吃完饭不到2个小时啊！动用玄力是很消耗肚子的，哥哥不能嫌弃早早。你个小吃货，怕了你了，走吧。嘿嘿嘿嘿，嘿嘿。你来干什么？来看我笑话是吧？你就甘心失去一切？哼，我还能怎么办？我现在已经是个废人了。那我告诉你，你还有机会。你什么意思？你的脸还有你的腿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罪魁祸首除了陆松年，还有他那个妹妹。只要能让我报仇，你让我干什么我都愿意。我们有一个计划。今天是拍摄的第一天，你可得拿出最好的状态。啊，听到了吗？哥哥为了养你，要开始努力工作了。还好我有哥哥，不用自己努力。好你个小家伙，用起哥哥来这么顺手啊啊！哎，导演还在等你呢。宋年，我找你来取极品玄玉髓了。哎呦，忙着呢。哎，请介绍一下我们的采访。我什么时候说过要给你玄玉髓？还有这些人，你叫记者来做什么？你这孩子可不行跟叔叔开玩笑啊！那天在医院的房间里，你说你还小，把这么重要的东西放在身边怕丢了，让我替你保管，你忘了啊？你胡说，哥哥才没有说过这种话。你胡说，哥哥才没有说过这种话。嫂子，可不行胡说。哎，你看，你年纪小，忘性大，不记得很正常。二叔不怪你啊，请大家来是做个见证，这个宝物啊，是我替你保管。对，来之前陆总就跟我们说清楚情况了。血素还在等着我们，不能耽搁太久，要不然你带着早早先去，我来应付。陆长青就是块牛皮糖，不会让我轻易动身的。你先带早早走，帮我拖一下剧组时间。行，那你小心。宋玉哥哥，哥哥会被欺负吗？相信你哥哥。早早，我要去和导演做一下沟通，你待在这里，不要乱跑，知道了吗？嗯，知道了。乖。陆早早是吧？你哥哥跟人打起来了。我哥哥没事吧？流了好多血，赶快跟我走，我带你去找。苏年，苏年，不好了，早早，早早不见了。我这是在哪里？叔叔，这里好像不是去救我哥哥的地方。哥哥受伤只好换地方了。哎，叔叔，你的表情看起来好吓人，你不是骗我的吧？哼，
小丫头挺机灵的，可惜呀，晚了。走。坏叔叔想抓枣枣门都没有，枣枣才不跟你走呢，枣枣要去找哥哥。小崽子挺邪门，幸亏老子早有准备。哎呀，枣枣被坏人带走了，哥哥肯定急坏了。1、2、3，哥哥别怕，枣枣这就来找你了。肚子好饿，想吃大鸡腿，想吃大龙虾，想吃涮牛肉。张鼎龄，我们已经按你的要求把小孩绑来了，那我们这谈的预付款是不是应该先付一下？急什么？等姓陆的把赎金拿过来，这卡里的1个亿都是你的。赎金？赎金是什么？哎呀，没有哥哥在，枣枣好多事情都不懂啊。陆松年，这一次我要让你真正有来无回。时间差不多了，去把人给我弄醒。看中一枣枣惩罚你们这些坏人。想救你妹妹，就一个人来这个地址，别想报警，否则我会直接撕票。张殿辰是冲我来的，我已经弄丢过枣枣一次，不能再让他受我牵连。张殿辰，放了我妹妹！哎，想想，想想。陆松年，你也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今天吧？这次我亲自动手，我看看你到底要怎么死里逃生啊！你动我可以，你别动我妹妹！你呀，还是一如既往的蠢。我落到今天这步田地，你们兄妹2人都有关系。你真的以为我放过他呀？啊，畜生！枣枣才3岁，他懂什么？他毁我的容，他让我变残疾，他就该死。当然了，你他妈也该死。去，把小杂种给我带过来，快去！嫂子呢？陆松年，你不是最在意你妹？我今天就让你们2个死在一起。怎么回事？人都死了！哥哥，枣枣，你没事？哥哥，对不起，枣枣不擅长绑绳子，出来的慢。没关系，嫂子，你没事就好。怪物，你绝对是个怪物！不可能，就凭一个2、3岁的小孩子，能硬汉2个成年男人？哼，枣枣才不是怪物呢，枣枣是小阎王。哥哥，你怎么也被绑起来了？枣枣帮你解开。你别过来，嫂嫂，你别跟我，你快走，走啊！为什么呀，哥哥？放心，这个瘸腿叔叔打不过枣枣的。小怪物，再怎么小怪物，不也只是个小崽子吗？看看，什么叫自投罗网？你哥哥怀里那个呀，叫定时炸弹。到时候，砰！你们兄妹2人就都被炸成肉泥。哼，枣枣才不信呢！你是被阎王讨厌的人，
做什么都不会成功的。不信是吧？好，我就让你相信一下。